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广播节目。咱要来分享这个旧约这个先知撒母耳伊的这个来历甲伊出世迄个时阵一寡奇妙的代志。咱对信仰来看神有绝对的主权甲神的疼痛。对神伊本身来讲，圣洁无瑕疵，而且是尊贵的咱是神所做的，所以伫神主爱主权内底咱是尊贵的神的囝的身份。咱既然是神的囝的身份这个灵魂赢过世间的万物，被造的万物，所以人被造，称做万物之灵长。其实咱会使享受神所创造一切美好。享受神为咱所备办一切的被造的物件，总是咱的始祖第一代的人亚当夏娃，因食了禁果犯错以后，对神的这种尊贵荣耀的身份煞来拍角落去所以就被赶出这个伊甸。伊甸是乐园的意思所以因无搁再适合住伫神预备这个舒适的园内底。安尼因为犯罪，所以身躯带着咒诅。所以创世纪内底讲到，男人爱汗流满面无搁再通敢若来领受神创造在的物件。反颠倒爱辛苦，爱家己努力才会通把足这个夭饿。被造的女人呢伊就爱恋慕伊的查甫人，伊的丈夫而且爱受迄个生产之苦。所以咱对古早人咧讲迄个人生的苦难就是生老病死无一定有人破病，因为有人意外嘛但是死是正人的结局生咧人讲这个长米饲百样人，所以咱的出世大家人拢无共款但是对这个古早来讲对夏娃犯罪以后来讲，这个生产叫做极其艰苦的磨难所以咱台湾人咧讲台湾的俗语咧讲哇若生平安生过就烧酒芳，若生袂平安咧生袂过就死地崩就装入去棺材这残酷的事实来独自来面对迄个生命中上不可思议的这个两极化的人生所以当每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间会当显明神是造物主的这个主宰。人讲老母会当生囝的身躯，无法度互囝生命啦。若是安尼人讲妈妈是疼囝无毋对，但是无法度掌控生命，要是在乎神所以会通生囝的身躯，无在乎生囝的生命。所以有人嘛是伫这个生产中间就失落这个亲情，有的妈妈血崩母体血崩还是讲难产就来离世来过身去。囡仔呢嘛有可能未出世就死体还是讲有其他的疾病。但咱知影这个做母亲的生囝的过程人讲亲像迄个百节骨头全部拢抽疼而且安尼气力用尽家己切气死来活去这真正是生产一种奇迹啦若毋是主耶稣的怜悯互人会通来离开罪恶，伊倒加肉身来拯救世间人安尼这个生死才正做神互咱真奇妙的一个体会甲过度的领受啦。但是因为人伫世间都有罪咧罪正做一个枷锁所以生养儿女的时阵正做痛苦。但是主耶稣来担当咱的罪以后痛苦的代志罪恶的代志正做神的这个祝福。所以马拉基书咧讲神的灵神有气力一摆做足济人的，先单做亚当，先单做夏娃一个人开始伫团，为什么？因为要互人听话虔诚，生出敬虔的后裔啦
水因为水所担当咯，所以后来西方儿女诚做辛苦的一个过程总是嘛，互家庭带来真甜蜜的这个负担啦。所以本来这个水搭伫人的身躯，迄是抹不掉的，然后洗袂掉的但是一个囡仔的成长互时大人看到这个水会当知影甲拨乱诚做正向的，所以期待囡仔的成长生活来传承家族不管是事业也好，不管是产业也好也是讲继承时大人所努力的这诚做一种期待，诚做一种恩典互有生养儿女的人嘛，诚做一个足大的安慰。虽然是安尼嘛有袂少人是无才调生育儿女的啦，所以伫古早这未生育的查某人诚都真忧苦，尤其是伫古约时代所以当时因为有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救世主的出现，伊却要互迄个无结婚的童女生出来，所以咱讲犹太的这个妇人人只要无结婚呢，都有可能诚做弥赛亚的母体的这种期待。所以咱讲神造查某人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对亚当来讲夏娃出现是上亲近神的啦，上亲像神的啦。因为亚当的这个满足，伊无法度对其他无同款的族类去得到迄个安慰呢，无才有对话生命体无同这个遗传的迄个因子嘛拢无同所以夏娃出现的时阵咱看伫创世纪亚当伊就安尼讲足甜蜜的话，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伊是对我的骨抽出来做的女人所以神应许人要伫这个生养内底来繁衍后代来满足神的旨意总是这个过程有带着罪嘛所以领受这个罪却会通得到神的保守甲平安，自古以来都是安尼啦。咱讲这个先知撒母耳，伊的妈妈这个汉娜爸爸是伊利加纳。这个圣经读来几千年来这种历史的传颂，互咱诚做讲未生育的母亲汉娜来互咱诚做一个足大的鼓励包括伊的老爸伊利加纳对这个汉娜的这个疼痛。当时有两个夫人汉娜伊未生育，搁一个妻子比尼娜伊会生育这个人就是安尼会生育的甲未生育的就有一点安尼互相的这个对抗对立。先生这个伊利加纳疼这汉娜无囡定定心内受苦啦比尼娜另外这个太太会甲踢球所以就真艰苦。若去到这个圣殿这献祭的时阵这个爸爸伊利加纳就传香薰互这个汉娜一方面要来甲安搭啦另外一方面就是讲要互汉娜知影讲，虽然伊无囡做丈夫的嘛是足疼伊的啦甚至真出名的话就是甲这个做母亲的汉娜讲你无囡仔啦有我有这个丈夫，敢无比10个囝较好吗？哇，这听了真感动这做丈夫的真有境界嘛安尼真有责任，看出讲伊真正是真疼这个汉娜虽然是安尼这个汉娜嘛真艰苦啦袂当讲安尼留一男半女互伊心肝真艰苦，所以定去伫圣殿咧祈祷的时阵伊就安尼祈祷讲哪靠哪讲神你就帮助万军的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无袂记你婢女求你赐我一个后生啦我若会通生囝我得甲互伊规世人拢归互神，无用剃头刀来剃伊的头啦无剃头毛啦。咱讲这汉娜真正是一个勇士母亲女性的这大勇士，真正是真有责任真好的妈妈。当然咱毋是讲安尼就来休管所有的这个天下的妈妈啦只是讲汉娜这个经典式的这个祈祷求囝囝要甲献互神来服侍神，互咱做后世的人后世代的人会当安尼效法来敬仰爱心期待就多，所以神就互这个汉娜伫祈祷内底来成全，赐予伊一个囡仔这个查甫婴就是撒母耳啦所以撒母耳出世这个对妈妈来讲欢喜当然嘛是期待还有一寡安尼毋甘啦三姐妹盘的时阵甚至伫这个初露这个阳光甜蜜的摇篮也是讲抱咧身躯，我想因为有这个囡仔较好伊所有的这个期待甲金银财宝啦，所以汉娜伊当然一定是奋不顾身的这个付出咱知影讲对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章来看
这真正母亲的爱吼，互咱也真期待，嘛会当感觉讲真感动人。花啦吼会凋谢会烂去，草会枯干，但是红影的笑容吼有可能拢永远留伫妈妈的心中。妈妈的爱会当永永远远拢伫囡仔的这个心目内底吼，来记着吼，来怀念。当日子满足的时阵，撒母耳出世，所以就甲号名叫撒母耳，讲这是我对神遐求来，无毋对啦吼。离生产的时阵吼，安尼肠肚那就拢破开吼，骨质拢脱节，所有气力拢用尽全神贯注吼，安尼直直弹出来吼。人讲真正愈想愈感觉安尼真艰苦，但这个委屈的艰苦是喜乐的，所以人讲我的妈呀这到底是什么种精神意志啦吼？妈妈安尼甘心乐意承受迄个丧命，迄个苦楚，搁掠做喜乐。天下所有妈妈拢共款喜乐讲到这站咱是讲所有的听众朋友甲咱兄弟姊妹拢共款妈妈要伫咧咱就珍惜会记你陪伴来互妈妈会当欢喜来奉养来得到安慰来满足。妈妈若无伫咧当然咱就放点心内想好的莫想歹的莫想遐不足的若想好的甜蜜在咱的心内。你想讲当咱出世的时阵呱呱坠地嚎啕大哭这个母亲就用最温暖的这个爱来传播来依附这个囡仔的身躯所以这种手抱手揽抱囡仔甲围起来，这拢是敢若爱的特效药，这无其他的人我都完成的是一对一的。所以咱讲红婴会闻妈妈的味，就是安尼。做母亲的呢，永远就是无私无我，用这个上界完整的爱新生命迄种保护甲温暖来互这个囡仔，咱敢无因为安尼感动吗？好，即马。到伊就照讲照行到这个撒母耳长年了伊就带去见神互伊要永远踮伫遐啦。所以到长年了甲看起来应该毋是迄个毋捌事的啦，会当去圣殿会当去来服侍神去侍落到即个圣殿的所在地所以应该若用这个以色列人来讲因12岁查甫囡仔爱真做律法之主，所以这12、13岁就开始咧，会使讲啦，咱像咧当财共款啦所以会当去圣殿做工所以这个长龄毋是迄个1、2岁、2、3岁，应该是有点年纪啦应该是差不多12、13岁以下。伊讲我是祈祷求到的啦神已经赐予我，所以我就要行愿将这个囡仔甲规世人甲献互神，甲留点圣殿留点神的面前。所以撒母耳伊长年咯这个咱讲喊那既然甲送出来献出来嘛断肠咯所以一个长年一个断肠拢是长啦总是伊家己所许的愿伊一定要去承担这个离别的这种艰苦。咱讲撒母耳假使会当活足久活1万年因完了佫会怀念伊的母亲怀念妈妈的这种美笑甲目屎彼此紧紧安尼来相揽深爱对方我讲有时思想起来喜乐妈妈嘛是安尼自细汉到大汉一直到我娶某生囝，迄种互相的这种拥抱甲满足的安慰这是伫脑海内底冲袂散的啦做母亲的这种滋养互咱真做上珍惜会通宝贝的这种保障藏伫咱的心内。三更暝半的时阵，是伫梦中咱拢想讲行愿所以伊不得不选择暂时来离别啦。讲起来真困难嘛真难想象。长年了，撒母耳就要离开伊妈妈，甲咱一寡人共款囡仔出去读册、出去工作甚至移民出国有时咱就会想讲老母会哭无我会怀念无寂寞无孤单无囡仔伫遐勇敢无会晓照顾家己无有读书无有食饱无有听话无有乖无你流目屎的时阵咱回想做妈妈的这种自然的教导甚至伊去带到这个老先知以利遐的时阵，一定心内安尼想囝你著乖你著爱听老先知听老师的话毋好调皮这个短暂的伤心嘛爱化这做勇气，因为伊讲的教导爱做会到所以去到示罗到圣殿交互这个以利了老先知了
伊不得不离开吼，所以萨摩尼咱讲伊长年咯吼，但是妈妈吼都断肠了吼，断肠了吼，敢若佫会当生奶吼，长年啦，无过再是囡仔，即马来吼，无迄落甲你围伫身边的即个篱笆咯吼，所以长年咯袂使佫再任性啊吼，长年咯应该独立咯所以听到那个喊呐妈妈吼，安尼流目屎阵阵的即个教诲讲，囝再见咯吼。妈妈当年献年节的时阵吼，会甲你炸一领迄个安尼小外袍来，你着乖哦。真歹势吼，希望嘛感觉真感动吼，这段圣经吼愈读你会愈感动吼，你也想讲做妈妈的吼，一定是做毋甘的啦吼，感谢目屎毋甘的目屎才着祈祷的这目屎。会使讲安尼定定塔塔吼，看过迄个内心的忧伤甲思念，不得不一定安尼做，因为伊讲会到爱做会到，伊这是甲神求的吼。所以囝你着乖哦，听话哦吼，袂使安尼安尼顽皮哦吼，毋通任性哦吼，这种的声吼，安尼一定拢吼留伫这个心中啦。沉冤在起吼，萨摩尼一年过一年当然伊就自安尼。青少年就留伫即个先知老先知伊的身边吼，学安怎做神的仆人。咱想讲，不管是毋是长年啦吼，囡仔永远是妈妈的守望，妈妈永远看到即个囡仔，伊总是张望伊总是安尼藏袂落迄个心情。入门边倚门看迄个慢转来的囡仔吼，所以有时做囡仔做事势，感觉讲妈妈管足济吼，妈妈足严的吼，但咱有想到无？咱有想到讲，咱的时代，咱的母亲伊是安怎付出，是安怎为咱安尼来努力。所以有影，这个长奶才有法度长大嘛。你若莫长奶，你永远拢咧食奶，你就无法度食大牛啊。若讲食奶，抑阁是被保护、被看顾的迄个年代吼。长奶了，就开始长大你都爱食大牛啊。心性都爱转变善良是本质本领啦。但是恁的心性要转变，就是讲因着这个好的基础愈来愈大汉。所以伫这个成长的过程内底是互时代人会当得到安慰的所以咱也想讲喊迄个心情永远是放袂落的啦。所以一定真期待逐冬会当去看伊的囝，总是辛苦嘛吼。所以咱觉悟讲咱真正有长龄咯、长大咯咱就毋通互咱的妈妈咱的边仔的时代安尼来担心。真正长大爱承担，真正长大爱明白神的爱，真正长大爱传福音，真正长大爱经历这个过程的时阵领受主的恩典领受时代看顾的恩典，这恩情互咱有气力，嘛来栽培咱的囝儿世世。过去捌拄到一个70岁的这个囝带这个90岁的妈妈来聚会，你讲伊年纪真大70岁嘛有可能做阿公做阿祖这90岁当然做阿祖做太祖去但是还阁真清醒骹步还真溜咧这个老母就是安尼要过水沟的时90岁的老母嘛还阁咧叮咛这个70岁的囝讲囝细哩毋通跋倒水沟就下过真感动希望这会当伫遮讲我嘛真怀念咱拢妈妈妈妈无伫咧，咱真怀念。哎呀，我的妈，我的妈真的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总是思念，这拢过去以后咱的囝儿逝世，咱伫伊的心中留落是啥物？咱做逝世咱伫心内将这个母亲的爱母爱啦，袂使切断迄是永远夹伫心内迄个永久，互咱永远伫心内安尼来怀念毋那10000年啦。一世人总是咱这个世代会过去，这个世代过去了，咱真正有清醒知影无？咱长龄啦，人无不散的宴席有一天咱拢会过去，咱真正长龄啦，长龄才会通长大，长大的人才会通承担，有承担才会通将责任担起来，担责任不管是家庭的责任、时代的责任，包括伫教会圣工的责任。福音的责任，将来有一天，咱嘛无伫这个世间咯，咱是毋是会通将咱所做的这个工课，伫主的面前来得到纪念，记伫生命册内底，互咱真正正人长龄咯，毋通断肠，毋通切长长啊多，
痛苦无再条回头，长冷咯，是要咱成长，是要咱改变。愿主耶稣看顾咱，带领咱，互咱借着这个广播节目，咱做伙来思念妈妈的这种爱，妈妈的这个自然，甲互咱值得怀念的印证。咱做伙最后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感谢有到你，主你的看顾，你的怜悯，互阮伫这个世间毋那家己，因为有看顾阮的时代，有生阮的母亲，有养阮的这个老爸伫阮的身边。虽然生命过程众人无共款，但是神的安排一定是安尼来。总是互阮的珍惜的，愿主保守阮；互阮通怀念的，愿主互阮放在心内，伫记忆的囊袋内底不管是提出来怀念。若苦难的日子、苦难的这个过程，求主互阮会当平坦去面对。主啊，你的爱充满，互阮会当领受人生你所安排这个生命的来去，所拄到的人事物。互阮值得纪念。主啊，阮伫节目最后献上感谢祈祷，愿主垂听，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你的圣名，愿因为平安临到阮众人的心中。哈利路亚，阿们。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这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绕着我，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使我一生一世不走长，求见我